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8月30，诗篇146篇50安尼讲：靠雅各的上帝帮赞的人，真有福气。上主因的上帝是因的仰望。三甲来祈祷，帮助阮有福气，佮做阮仰望的天父。阮感谢你。主啊，你是阮的溃烂，你是阮的顶牌，你是阮的关台，你是阮患难中的帮赞，你是阮危险中的避难所。主啊，我要全然倚靠你，我要秘伫你的膝骨下，通得安然自在。主啊，因为你以外，阮无有通帮赞；因为你以外，阮无有通拯救。主啊，因为你就是阮的一切。主啊，阮感谢你的极大的恩典甲疼痛，拣选阮成做你的儿女，互阮的性命因为有你来丰盛。主啊，我靠雅各的上帝帮赞的人，真有福气。阮的上帝是阮的仰望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